兄弟平安。咱即摆先来吟今仔顶部礼拜所要吟的圣诗，新圣诗第580首。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咱兄弟伫咧吟就好。来，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感谢。 这首诗，咱兄弟咧吟的时阵，心情拢真欢喜。这首诗，咱兄弟嘛拢真熟。啊，等咱礼拜咧吟的时阵，你若会行好吟第2部、第3部、第4部的兄弟，咱就照4部做伙来吟。咱对头过来一解。来，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 感谢主上帝带领伊，日日写好路，伊面写我感谢，万年好在呀，无够。今咱每一搭电话再来，我心所羡慕带领爱主。 你听我对我对我路，真的甲我命就咧为受主，我欢喜感谢你。好，煞接另外一首第534首。 534首，有一项诗实在好听。有一项诗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舞。人人心就拢免惊，真正是通好。 来，上帝行耶稣基督欢喜对我来行，让我为他立你辛苦，永远甲你徛伫。是我要我因信谢故，要故因信。 我在写进写古，要不灵心。迄个麻烦天下甲贝斯迄 A 口遐只斗唱一下。来，第3首第572首，心目主坚固。 咱做来吟第1站。 最
来一摆。咱今时到这作业，咱做伙来敬拜，请敬拜。咱兄弟做伙起立，用欢喜的心、快乐的心，做伙来吟诗。咱拢成做一家人。 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女。咱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咱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神，因为耶稣的更名。 咱有过我的日子，欢喜享受做我命，欢喜给人地所听，因为耶稣奉行咱也做所听。咱都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女。 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咱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咱敬拜，因为耶稣分出爱，因为耶稣咱分出三番爱，不是可怜当人生。 所加罪行，因为耶稣的更名，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日子，欢喜享受主我命，欢喜给人的所听，因为耶稣奉行咱也做所听。 因为耶稣名做爱，因为耶稣彼此分出三番爱，不是欢喜当饮食，不是苦汤当寿命，因为耶稣三甲甘苦三甲米。 甲甘苦三甲米，感谢主，兄弟请坐。伫过去这一段时间，咱侪兄弟，包括着外教会外口、社会、世界各所在人，咱拢互这个疫情所绑条的，直到。 咱的社会伫这段半年搁较短的时间当中，慢慢有侪的怪事项咧出现。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内底安尼讲：现今所存的只有信心、盼望、甲疼痛。
其中第一大的是听动，嘛感谢主，伊捌咱、敬咱，互咱有机会甲伊三甲做伙伫遮。望咱的兄弟，虽然伫疫情、防疫、各种的隔离的当中，咱需要甲其他的兄弟也是亲友来保持一个距离。茫伫保持距离的当中，犹原毋通好袂记得，咱嘛爱掠掉迄个关系，毋通捡转去。毋管是咱甲咱的阿爸爸上帝，咱甲主耶稣，或者是咱甲咱的兄弟、咱的亲友，咱做伙来刷接，来学了咱的主，感谢咱的主，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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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你欢喜的坐，你的听空的声。我可你，我爱堂堂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上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倾诉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拜礼你。我听见，我听见你听空的声，因为我可你，我
的罪，也来求求你的名。是上真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从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罪。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罪。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罪。台湾的主耶稣，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敬愿、宣愿、救赎愿。互阮有这个福分，通喺伫你的内面，甲你伫遮做伙三甲主旨。互阮有教育这个福分伫你的面前来欢喜、学乐、敬拜你。主啊，望你莫通好帮助着阮，互阮通好用你所听阮的、你所教示阮的，嘛通好来好款待阮身躯边的人，来好款待阮家己，互阮不只是通好得到主你对顶悬来享受满满的福分甲疼，嘛会通互阮有迄个气力，通好去帮赞听阮身躯边的人。主啊，卑微的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拢是奉靠主你的圣尊名，阿免。
得了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就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我靠伊，伊要予伊食。伊要予你的义发出，亲像光；你的判断亲像中昼的光。各位兄弟平安。咱做起立来吟诗，学了咱的阿爸爸上帝。新圣诗第580首，我心大欢喜，我嘴着吟诗，咱做起立吟全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主上帝带领伊，为你写有路，伊必是我感谢，但你好在也无够呀，我心所明呀，我最后的无价，有阮踮咧遐路无惊，最最到我的欢喜带阮去，哦，我通甲你当欢喜，风也多煞无我有时行袂路。你说我心情真艰苦，虽然对你来感我辛苦，就要付出我通流流，万民就亲近我的主，我的父。天天我听平稳顺，你在甲世人，让我喜出大声，哦，我的主心存命，我心中幸福大恩爱主耶稣。你听我的话，对我路，一日到半命，是有你为心事，我欢喜感谢你主。请坐。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爸，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经阮调阮，互阮的迄个福分来到伫你的面前，甲你三甲主职。主啊，当阮伫你的面前做伙三甲主职来学乐敬拜你，你也捌教示阮。既然阮有人伫你的面前三甲主职，奉靠着主你的名来祈祷的，主，你决断要听阮的，你决断要听阮的声。主啊，伫现主时，不管是伫台湾，亦是伫即个岛屿的外面，伫世界上有侪侪所在受到即个肺炎的病毒，或者是山地顶面大片的山林的火烧，或者是因为战争所发生所带来，互侪侪百姓因的生活环境受到破坏，直到因着爱流浪去到别个国家，诚侪难民。主啊，为着这侪，阮心所听的代志，阮拢要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
你来替阮料理这事项。主啊，伫疫情的当中，阮有侪兄弟嘛暂时无到伫阮的中间，因为无方便，或者是疫情的影响，到伫厝呢，或者是用其他新的科技的方式，甲阮做伙担心咧聚会。主啊，阮知，不管阮伫倒落，阮拢共款伫主你的面前。但是阮所看到的，伫阮礼拜的现场，阮的兄弟对进前的150、160，减到即马可能只有剩110、120、130。主啊，阮要用这嘛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虽然伫外口有侪事项艰难困扰，咧阻碍着阮的兄弟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听。你的恩典悠然降临伫阮伫每一位兄弟的身上，互阮有搁较好的机会，互阮有搁较侪的机会来亲近着主。毋是因为即个肺炎咧隔离，互阮甲其他人保持一个距离，阮也爱甲主你保持一个搁较大的距离。主啊，阮想这是阮所毋免的，阮也要将这一切摆咧伫主你的面前。主啊，若阮做伙同心聚集伫遮。阮也要将今仔日的礼拜诚侪一个祭献到伫你的面前，望即个祭通得到主你的接纳，通得到主你的欢喜。阮安尼做伙伫遮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主阮平安。阿免。所接，咱做伙同心来启应，伫新生诗的后壁面，启应第19诗篇84篇，启应第19诗篇84篇。我遮来启，兄弟做伙来应。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做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的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蛇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做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灯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做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所接，咱要邀请圣歌队带领咱来献诗。今日因所要献的诗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去好朋友就是耶稣，好朋友也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今日咱所要看的圣经节有两位，头一位是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12章第1节到11节。约翰福音书第12章
第1节到12节，我则来读，兄弟自身来听。第1节，所以耶稣伫搬过这前6日到伯大尼，就是纳匝路所住的所在。伊是耶稣对死人中予伊搁活的，因就伫遐为着耶稣备办下饭顿。马大伫厝后，纳匝路也是共道的一个。玛利亚就摕一斤极贵气真的纳达香油抹耶稣的骹，佮用家己的头毛拭伊的骹，香油的香满厝。第4节，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就是加略人犹大，讲啥事毋将即个膏油卖囡仔300个来互送香人啊？伊讲安尼，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送香人，是因为伊实察佮管钱地偷摕所下尔尔。第7节，耶稣就讲，出在伊将即个留地到我埋葬的日，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第9节，犹太百姓侪侪知耶稣伫遐就来，毋若因为耶稣的缘故，也爱要看伊。所予伊对死人中搁活的纳匝路，独独才会这时头计无要煞刣死纳匝路，因为犹太人侪侪为着伊的缘故去信耶稣。搁另外一位，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福在。无伫甲即世间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以上。请兄弟起立，咱做伙用新的诫命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2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兄弟，请坐。刷接讲道，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中会有安排交换讲台，咱真欢喜得到淡水马家医院牧部的帮赞，有派潘美惠牧师来到咱当中，咱将时间交潘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今仔日也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我得到董事会学院的委派，互我会当有机会来到咱泸州教会，遮甲咱大家请安，也真多谢咱伫过去，咱对圣经学院的关心、带导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望上帝继续施恩伊的恩典，伫即间咱总会所设立的即个学院。
感谢上帝，伊伫155年前，伊有呼召西方遮的宣教师来到伫台湾。遮的宣教师，因拢是用因的性命的见证来服侍台湾的百姓。遮的宣教师透过因的牺牲、奉献的疼，带予台湾的百姓，无论伫社会，无论伫教育，无论是经济、医疗、生活，对送乡进入到伫富裕。咱来看见，遮的宣教师因的心肠要互咱学习，一个服侍主的人，伊必须爱起造正确侍奉的价值观。所以伫遮的宣教师，因的服侍的性命真重要。这个侍奉者，伊较赢过伊的服侍，看重上帝的工，赢过人的工。伊的性命的见证，赢过伊言语的见证。伊的受挂油，赢过人的口才。甚至伊的疼心赢过伊财物，甲一切温事；伊的品德赢过伊的热心；伊灵性上的温事赢过伊最遮的艰苦性的温事。伊所做是要互上帝知，赢过人知。伊服侍的动机赢过伊的行动。伊愿意顺服，是赢过伊所做一切的成功。歹势啊，我还无无识。所以服侍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流露。这个属灵生命的表达，伊需要专心的奉献，伊嘛需要完全的委身，伊需要完全无有保留。伊所做是下伫上帝心意的服侍，伊爱忠心才会当得到福气。所以上帝要伫今世百倍来报答。有个人讲到伊过身了后，到伫来世，一般来讲的人得到的，咱基督徒，咱较重要，咱是要得到永生的活命。这才是恩典，这嘛是一个人伊一生伊打拼，伊所达真有价值。所以昨咱有看见伫淡水真理大学，咱的李登辉总统伊的告别礼拜，我相信这嘛是互咱用看见一个为着上帝伊打拼的伊的一生，实在是有价值。虽然伫伊的服侍顶面有艰难，但是伊所流的血汗、目屎，上帝拢要甲伊纪念。所以咱倒转来看，一个服侍者伊的动机，伊爱真清楚，伊伫服侍迄个背后，迄个对象是啥物人？其实咱是安怎要来甲伫教会？是安怎礼拜日咱逐个人嘛会使甲一般的人去佚佗，但是咱要安怎来服侍？因为伊就是咱的上帝。当咱真清楚咱服侍迄个对象的时阵，咱才会当真正有迄个顺全服侍的热心。也无论咱的服侍是伫任何的工作，咱拢要存着一个咱的头家，就是咱的主，咱的上帝。当咱存着这种的心态的时阵，无论你伫顺境，你伫逆境，你拢会当用着平静安稳的心。今早起，我要用圣经新约，互咱伫新约，今仔日咱要对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姐弟啊，有马大、玛利亚甲列撒罗。是安怎上帝要伫这个家庭的中间来选择
这三个家弟啊，互因会当共同来参与耶稣伫世间传福音一个真重要的工作。特别耶稣到最后要爬上迄个十字架、迄个各各他的路的时阵，耶稣搁伫这个家庭来做一个真水的见证。所以咱等下要讲，我真爱讲这个故事。所以咱要对约翰12章第1节到11节来思考生命的服侍。所以这伫圣经内底有真侪感动的服侍观，就亲像伫旧约有亲像亚伯拉罕，伊到底伊99岁，伊嘛是伊迄个服侍已经是年老，但是看到上帝的工人的时阵，伊用走的讲啊，我会当为你做啥物？今仔日牧师就是要用新约这段，甲咱共同来思考。这个时间点是伫搬过节前6天，地点是伫伯大尼。啊，这个所在就是和列撒路对4国外的所在。但是咱知，这个事件有的人是歹数讲哇，哪会当和死人国外？但是嘛有人讲哦。啊，到底互伊国外的人，这是真诶假？啊，到底这个耶稣是安怎去做这件代志？哇，哪会抢我的饭碗？这个事件有真引起真侪无同款的心境。但是咱来看迄日发生的时阵，这个家庭马大伫遐服侍，列撒路嘛甲耶稣同坐的。伫遐有一个真互咱感动的，就是玛利亚，伊摕一斤的真极贵气的真的哪达香油，伊来抹耶稣的脚，佮用伊家己的头毛来拭耶稣的脚，用伊家己的头毛拭耶稣的脚。厝内足芳的，结果有一个门徒就讲。迄个门徒就是出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伊讲啊，这香油敢毋是会使卖30两银？你太我摕去卖，啊哪会甲伊讲破？啊抹伫耶稣的脚前。其实，这段经文互咱看见，这个加勒人犹大，伊讲这句话，伊毋是挂念遐送香人、散车人。反倒等于，伊就是贼。伊要摕到这个钱，常常伊拢摕无应该得到的钱。结果耶稣伫迄个时阵知影这个情景，耶稣讲啥物？讲出在伊去做，伊是为着我安葬的日来备办的，因为恁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三个伫在。只是你无常常有我，所以咱看见在列撒路的阴谋，有真侪这犹太人知影耶稣伫遐，所以这个人，这个当时伫圣殿是伫做这个敬拜事的人，因的心反倒等于无好，因为耶稣已经所做这一切。已经抢尽因的迄个光芒，所以这个人毋那是要为耶稣的缘故，嘛是要来看迄个和对4国外的列撒路。咱来看这个对象是啥？这市长就讲，连列撒路嘛要甲杀，毋若要杀耶稣，连列撒路嘛要杀。所以有真侪犹太人就为着列撒路的缘故。虽然伊是要去，有个人是要去杀伊，但是伫迄日反倒转去，因为列撒路的缘故，因倒转去信耶稣。所以咱看见这段经文，圣经记载讲，恁无论到逐角落，拢要讲这个水的故事。所以牧师今早起，我要用这段经文，甲咱来思考。
几项事。头一项，咱要安怎有分伫主的服侍，这是一个真严光的事。特别毕大年列撒路这个家庭，因是接待耶稣。咱知影耶稣当时伊去传福音，真忝，所以耶稣嘛是需要有一个所在会当好休困。耶稣伫倒一个家庭？耶稣就是伫这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因拍开因的家庭来接待耶稣。所以各位兄弟，有可能咱每一个人，咱有咱的工作，有咱的职业，这拢是天职。有时阵，咱是毋是有缘会当拍开咱的家庭，嘛来接待耶稣，会当接待主的百姓，会当互咱来服侍伊。所以咱个拜一甲拜六，咱的工作；礼拜日，咱伫安享圣日的时阵，咱会当来到伫教会来服侍。这就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服侍。第二项，咱来看，咱要服侍是爱把握机会。你要安怎，咱会当每一个人会当为真济事，咱拢去认真打拼，来付出咱的一生。但是咱有把握咱的机会来服侍主无？有时生命实在是有限，嘛是真短，嘛是真软正。这几日特别的昨昏啊，无论是李总统伊的告别式，啊，还有另外一个艺人叫做小鬼，啊，昨昏嘛足侪迄新闻啊，个拢在报伊，人讲啊，那是36岁尔，啊，个那亲像是猝死吼，迄主动膜迄玻璃，啊，迄是那会一个遐尼少年，所以咱知影观察毋是底老人，是底啥？是底死人。所以生命遐尼有限，咱莫讲啊，等我吼退休了啦，啊，等我吼工课拢做了吼，啊，我才来奉献给上帝。有时阵，当你想要奉献的时阵吼，身不由己啊，你无办法会当用健康的身躯你来服侍。所以就爱趁着你会当用的时阵，爱互主来使用咱。所以耶稣伊的一生全部拢是为别人来活。今仔日伊也要爱咱伸出疼的手，你还搁在丢毒吗？所以咱搁要来看这三个家弟啊，耶稣安怎透过这个马大。咱来甲看马大的时阵吼，教会若是有主爱餐的时，拢讲咱遮的姊妹就是马大姐啊，拢会讲哇，多谢恁马大姐，恁为阮做。但是咱先来看这个马大姐啊，伊到底今仔日咱看的经文，马大姐是改变的。但是真正这个马大姐啊吼，伊原来的服侍吼是爱比较，是咧碎碎念的吼，伊当时耶稣去甲因兜，因妹妹拢无甲伊斗相共，佮甲耶稣讲：耶稣，你哪拢干我在做，你太无叫阮妹妹来斗相共安怎呢吼？哇，迄个拗念呢。过来，当伊小弟破病的时候，伊心内想讲：我普通时拢在为耶稣服侍吼。阮小弟破病，我着请人去叫耶稣来吼。耶稣你讲马上来咧，结果耶稣有马上来无？无啦，一天两天嘛无来，结果因小弟死去啊！哇，等小弟死的时，耶稣来无？嘛无啦，结果。经过4天，因小弟已经去安葬了。第4天，有耶稣早无来，晚无来，到因弟弟死了，待了第4天来，咱来甲思考这个马大伊的心境。好伊讲，你莫好心啦，会使伊的心，你拢无来为阮弟弟祈祷啦。等甲伊死啊，安葬了，你来创啥？
可能伊就来想者嗷嗷念咧讲遮啦。迄个时阵，咱来甲想，即个马大对耶稣的迄面相一定嘛无好看的。但是耶稣知影无？耶稣知，耶稣先来选择即个小弟过身了，耶稣才要来，就是要互即个家庭搁一遍来经历纳撒勒的破病，伊的死，搁来伊去拄着主，搁会当经历迄个死搁活。我相信，即个位马大，伊就是爱经历即个过程，伊的生命才有办法转变。所以，一个人要活出疼，有遐简单无？你莫甲我骗啦！我个基督徒，我谁啊袂当活出疼？牧师嘛是基督徒吼，牧师已经嘛做牧师，但是嘛拄着一寡好，迄心内是疼袂落去啊！啊，毋是啊，有当时耶稣嘛是咧甲咱考验。这个疼毋是理论，嘛毋是口号，伊是爱用实际的行动，爱透过伫你人甲人的生活，温存无计较，爱牺牲奉献。其实我伫顶礼拜有一个少年，29岁，伊伫急诊，就是讲伊已经行到人生的尽头，就想讲来到马街吼，马街是毋是会阁甲我帮衬啊？我无厝通住，是毋是？个互我去住迄精神科，互我住安尼。结果医生甲讲话，即个你也无病啊，是要安怎？个已经阁欠钱，阁欠你要3100几箍，无行啊！这啦，好啦，叫医务部来关心啦。好阮关怀师就关心了。搁较差不多4点50分啊，我拄去带礼拜回来讲牧师，这个咱以前的一个员工的后生啦，伫安怎？我讲这个要安怎？无就摕300块的餐券，个300块的钱吼，无叫伊搁转去迄个康复之家住。其实我讲真诶，上帝有当时会迄咱的怜悯的心会想讲，安尼个要互伊转去吼。我心内吼有当时我嘛是我的协谈的，我的一套，我就上帝，这个个案是你要叫我这还能够已经下班啊，要安怎做？我就该叫伊3个数字，我就抽3个，上帝就悄悄话，吼，我抽到迄个悄悄话讲，上帝讲，这个囡仔，上帝就是已经知影伊真辛苦，要甲伊串联吼，迄个环境，要互伊有迄个资源吼，的一个连接。我讲是要叫我做迄个连接吗？我有讲，无第2张啥？第2张就是讲，做代志吼，万项代志拢起头难啦。上帝会当互无变为有诶啊！就是在讲即个囡仔，伊有可能想要离开黑暗，要做好人诶时阵，一定爱有人甲斗相共。搁第3张就是讲，上帝要互你对送向要变成进入甲的丰富。我看到迄3张的迄个卡片吼，我知影讲搁100度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吼。我也是祭司吼，哎呀，下班啊呢，安尼无你个转去了啦。我嘛是看到迄个利未人讲，这时阵，我阁有足重要的工作，是我爱做好的撒玛利亚人。其实伫迄个时阵，上帝心全感动我讲，好啦，接啦。我就真正去甲伊问讲，你爱我创啥？伊讲无。我爱3000块去上我 iPad 啦，伊去无钱可以断掉啊。搁第2项，我无爱住迄康复之家，我5万会当去吼，迄背包客1个月5000块啊，5000块。我心内想咧，3000、5000，安尼8000，搁安尼好，我互你骗嘛无要紧啊咧吼。了我甲斗1000块，互伊做迄啥？互伊做收费，了个，伊讲我会使，毋过我心内想讲，你去甲急诊，人敢要放你走啦吼？我心内想要放也要放好，互你会当平安出。
结果去我才知影讲，伊甲讲啊，我能不能再赊账？3000几块还要再赊850。迄小姐讲，目睭甲看，我知影讲，这无可能赊账，斗起来个3900几块，马街都毋是要干啊。哦，迄旧年到今年啊，你已经来就是要纳这条钱啊！啊，我真正我原来钱是拢互伊啊，只好去搁去领一个，搁领4000块，去甲纳钱。然后兄弟，我甲伊讲哦，要活出听简单无？我心内就想讲，我还阁有骗无？啊好啦，骗一届嘛无要紧。啊了，伊就真正我讲，啊你等下处理了，爱甲我来互我哦，吼。个8点外咧，我个开始一直看我的手机啊，9点啊，才阁无，一直到9点36分咧，阁卡来，啊个甲我讲，伊的手机有啊，啊毋过吼，无安尼，无迄5000块啊，爱8800啊。我心内讲哇，安尼8800，伊的手迄落地的钱嘛无遐济啊。我讲无要紧啊，安尼一暗吼带1200块吼，你全先带一暗。啊了，才阁讲安尼啊吼！上帝伫伊心头互我点一个，我的社区，我做阮社区的主委，啊，我就知影阮的社区有迄一间吼，才5000块的哦，我就敲阮的迄总干事讲，啊有即种的房间无吼？啊无就甲叫来阮社区大嘛，才5000块尔吼，啊来遮找看有工作无？迄时间点足趣味呢。已经甲钱甲拢落，啊人要叫伊迄号码，伊讲啊你若无带吼，我一礼拜了才还你钱。我讲你莫带，较紧来。伊个真正11点13分就来到德位啊！我讲即个兄弟，即个少年囡仔的性命，可能当时伊若是伫台北街仔头，到今仔日我想是无共款。结果。牧师无爱甲恁阁讲啊，伊了后，阮迄个总干事讲吼，永安就带因兜。好，我想伊毋是基督徒呢，啊，伊家己愿意，伊也毋知迄个人是谁啊，好啊去嘛吼，啊，除非你讲的一句话，个全咧互伊来带安尼啊，吼，佮甲伊准备啥？准备毛巾、牙刷，佮甲伊准备宵夜。哦。我心内我讲哇，原来吼，这上帝咧做工啊！隔顿工我爱上班，伊就去甲我迄睡厝吼，伊拢甲打点好了。结果偌济尔，4500度会使睡啊！我看伊啊，迄个厝主佫甲我讲啊，即个月优待啦，4000块就好啊。两位兄弟，这是我这礼拜经历的。过来，伊去应征阮妈街。啊，这吼，上帝嘛替伊开咯，足趣味的。伊连衫都无，就干穿迄一丝尔。啊，我嘛无，阮头也无查甫囡仔的衫。啊，我就去迄参加迄个海外吼国际医疗吼，我就爱无国界。啊，佮一领就 MMH 吼，我就摕我几领互伊。结果伊就穿迄领乌色的吼，国际的迄 MMH 个马街纪念病院，伊怎啊穿迄领衫去应征啊？啊，一个应征的是阮的主任甲我问讲，啊，这衫是啥物意思？你知无？伊看了，伊一个伊嘛毋知要安怎印，啊，这衫为倒来？我迄时阵我就讲，我就甲讲，迄衫我互伊的啊。啊了，这个佫有线接的迄无共款的故事。两兄弟，其实上帝咧互我学习，这个囡仔啊，佫伫阮的社区。已经签约过1年，啊，有个人甲我讲啊，哦，哎呀，牧师，你著要退休啊，安尼佫举即个假啦，啊，你吼好好啊，做你家己，安尼这万一若甲你骗吼，啊，你要安怎呢？两兄弟，若有上帝应允伫咱的身上，有当时啊，是安怎我会做即件代志，你知无？伊的妈妈13年前就是癌症。结果，这个囡仔拄啊好国中2年，足歹。迄拄啊妈妈啊，佮离婚，啊，全咧遮个代志，这个囡仔喏，毋知影要安怎，啊，佮亚斯伯格症。所以，因妈妈敲电话甲我讲，牧师，
我带阮囝去互你教好无？我讲我也无囝，啊是要怎带来阮兜互我教？啊恁住台北，啊我住德维啊是要怎？结果我有甲拒绝。结果这个妈妈将这个囡仔带去迄个花莲的迄个嘉密山大过。我讲上帝，13年前我无共接这个，今仔日是毋是这个囡仔就是爱我来教？爱来教伊啊！29岁哦，我真正讲，我讲好啊，上帝，这若是你爱我做吼，我就做啊，吼。其实牧师伫遮要甲咱讲，要活出疼容易无？不容易，啊有可能是爱付代价，啊这个代价，咱已经有看见足侪前辈，这个宣教师无论是巴克利，无论马盖博士。保罗先生，伊拢留互咱足水的见证，吼！啊，恁个特别，这个马代经历耶稣和伊的小弟对4个月，所以伊感觉，伊就是爱安尼。到尾我最这段中间，我一直在思考是安怎，人拢会甲我讲潘牧师，你拢足容易哄骗的，人甲你讲安怎，你就拢哄骗，结果。我最近就去思考这个点，结果就有啥济。其实我是7岁囡仔的时，我的妈妈差一点仔就开刀2摆，差一点仔就回天家。啊，阮爸爸就带阮迄4个小萝卜头，一个9岁，哥哥9岁，我7岁、5岁、3岁，去中基，就是要准备收尸啊嘛。结果上帝怜悯，结果阮妈妈无死，就去谢伟牧师因的大东病院，结果住偌久，住1年久。结果阮妈妈的药包常常拢有钱，啊，阮妈妈讲谢伟牧师，啊，我住院你拢无甲我摕钱，药啊你阁甲我囥钱，啊，我是要安怎还这的钱？谢伟牧师娘讲，伊讲，你毋免烦恼，当你有钱的时阵，你就去帮衬有需要的人。我讲真的，我的妈妈平信徒到尾，就是圣恩啊，啊，佮开拓阮的东山教会啊，就是咱的女的迄个牧师的爸爸，就是阮东山教会林明龙牧师啊，啊，已经教阮妈妈开拓。其实，伫我的生命，我一直常常想到，今仔日，阮的家庭嘛是足侪人为阮付上，特别影响我生命这个教会牧师。所以有人有需要，真正伊会要来甲你拜托，迄毋是要骗你。啊，所以我就开始爱知影上帝应允了，我感觉讲，安尼爱阁继续做。袂使因为人迄声像迄犹大吼，遐祭司头讲的声吼，啊，我就甲伊想讲，啊，我敢是迄个祭司，迄个经学士啊，祭司头啊，利未人，啊，我是安怎？人遐好的撒玛利亚人，阮的总干事，其他的人，逐个人拢伸出关怀的手，咱敢无？咱来看第2个人物，就是啥？迄个玛利亚。其实。玛利亚伊的认真，伊用耳孔在听耶稣传达福音的信息，连12个学生拢听无啦。耶稣讲，伊已经要上迄个各各他的山，啊，搁伫前讲耶稣，你若做王的时候，我要坐正边，我要坐倒边，有无？但是这个玛利亚伊知影，耶稣是已经。要为着世间人来死，所以耶稣讲，互伊去做，伊已经知影我要甲耶稣是安那要再见，所以伊就想讲，我要用我上好的礼物要互耶稣，迄个真的哪达样样要互耶稣。啊，这个伊用伊上谦卑查某人的头毛嘛是上尊贵，骹嘛是上垃圾的，所以伊用伊的头毛去切耶稣的骹。啊，搁来咱甲看，迄人讲啊，啊，你若真正要迄这个厝芳哦，啊，甲修规地嘛芳，是安怎一定爱甲讲破。这内底在讲啥？
玛利亚伊做这件好事，无互人拍拍手呢。伊所做，因为疼，伊搁来受伤。伊付出疼的行动，反倒等互众人伫遐甲批评。两兄弟，伫你在做好事的时，有人甲你讲你敖无？有人甲你讲赞无？反倒等人拢甲你讲，嘿哦，卖啦，会用骗啦，无需要。所以咱虽然是基督徒，咱听袂落去。但是今仔日咱对玛利亚伊所做，互咱学习到上帝安怎透过这个真水的故事，要互咱学习到，伊所做是为耶稣的死来避难。咱再来看第这个家庭迄个上细汉的这个小弟，这个小弟伊无阿姊会晓煮菜啊，嘛无有足够听耳孔啊。嘛无有安尼欠，已经欠嫁妆的啊，有礼物啊无啊？这个列撒罗有啥？伊就为死国外迄个性命的见证尔。所以，伊这个对死国外的见证，是一个上界宝贝，就是顶头生的性命。所以上界好的迄个见证，有当时啊，毋是你的口才呢。嘛毋是你的外表，嘛毋是你的才能，反倒等于是你有一粒真诚恳的心、怜悯的心、疼人、疼上帝的心。我相信这是主上界看重的。咱对圣经，互咱学习到这个真水的故事，这个疼。今仔日我代表新竹圣经学院，每一年，咱就是第9月第3主日是总会所设立新竹圣经学院纪念主日，所以伊设立是1952年到今仔日嘛是已经经过68年的历史。圣经学院伊设立的目的，咱可能拢知影啊，台南新学院、台湾新学院，还有玉山新学院，但是这间圣经学院伊的理念。甲新学院有无啥共款？伊是透过基督核心的价值，会当做终身学习迄个教育来实践，要安怎做人文关怀，服务教会甲社会。所以圣经学院伊的任务，就是要延续学院部来做做迄个研发，来提供符合迄个。咱的社会当时有真侪需求，要安怎？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庄脚，因爱有真侪迄种的特别训练甲教育的工作。可能咱这个时阵伫看讲，即个有足侪社区大学啦，有真侪迄个夜间的啊。咱讲真诶，68年前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是教育无普遍。所以圣经学院王英世牧师，伊真正伊受到感动，伊个目标就是讲，咱来去了解，咱这时阵咱的社会所欠缺是啥，伊就去提供研发来符合。更较重要，要互教会真侪遐平信徒、无道友、中级啊教牧，才会设计这个课程。真重要，这个是在做宣教的事工。所以，新竹圣经学院伊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教会的信徒，会当用圣经的真理来培养信徒的生命甲灵命。当时到底做啥物货？伊大生设立的科系叫做圣经科啊。其实咱足侪老一辈的牧师啊，拢是伫圣经学院。读圣经科，读了才可以读新学院。再来，伊设立是幼保科、幼儿保育科、幼保科。再来就是汽车修护，因为遐原住民遐少年的啊，你若互伊会晓修理车，伊马上学了1年了，伊就会当转去，就会使开始修理车，有一个迄个伊的工艺。再来叫做土木科，土木，转去嘛会使，爱当起厝啊！你甲想，
哇，68当前所设的课程，毋是讲你爱安怎要做博士啊，要做学士，毋是，就是你会当去解决你的生活的问题，就是会当互遮的人透过你的专业的训练了，互遮的兄弟姊妹毋但捌真理，阁有一技之长。我甲恁讲，40几年前，总统蒋公过世的时阵，吼，咱昨在看迄李登辉总统，咱的迄蒋总统过身啊，吼，迄嘛60几年前啊呢民国64年，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吼，就是伫教幼稚园。其实我高中毕业了吼，我无随读新学院拢无啊。啊，我迄时阵吼，就是缀阮妈妈，就是去迄个马喜乐吼，一个伊嘛算起来嘛宣教师，伊开设的一间大平顶教会。我的妈妈就是去做祝福团队。啊，了后，阮个伫遐教幼稚园，阮妈妈就看讲，啊，伊家己一个无够，一定爱骹手，啊，就叫我。啊，我迄时阵就开始，哇，高中毕业吼，啊，就爱教迄吼，迄图册啊，图册是一年吼一回吼，就炸零嘴啊啦，西包肉包安尼。啊，我高中毕业就爱去教迄囡仔，吼，我心内想讲，哦，安尼我上好是搁读册好啦，吼。教这吼，我真正足可怜。结果我就想讲，啊，无来去读一年的幼保科，我就去圣经学院读这一年的幼保科。啊，所以圣经学院嘛是我的母校。结果伫迄个时阵，上帝就是我讲，所以兄弟，你着用上帝的慈悲，肯恁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上帝所欢喜。头拄啊，恁牧师咧问我讲，啊，你哪会圣经学院？我讲，迄我的母校。伊讲，哈？啊个，我短甲伊讲，我讲，其实了吼，我为圣经学院毕业了的时阵，我就去信义会吼，去教幼稚园。去信义会幼稚园教遐个时吼，哇，遐个宣教师足侪经验，互我学着足侪。啊，学了的时阵吼，上帝嘛，佮甲我提醒讲，美惠，迄鱼池甲日月潭吼。迄遐吼需要你去牧会啊！我讲我才21岁尔呢，要叫我妈妈做足团队，因为伊破病，啊我也无啊，啥我21岁我就爱去牧迄2间教会啊！哦，结果阮妹妹吼全呢青梅，啊来带营长。其实阮兜有足侪个新热故事，上帝到尾就互阮妹妹无开刀，1年半了，阮妹妹就转去。啊，所以我知影讲上帝伫阮兜有无共款的引带。我讲好啦，啊，我就去日月潭甲鱼池去牧2间教会，啊，搁缀宣教师，我还要担手风琴，啊，就去做布道。讲真诶，去遐牧2年了尔吼，我讲上帝，我哪有吼拢安尼撒野？哦，即个教囡仔工课吼，毋是好事啦。啊，结果个新学院的学生个甲我讲，美惠，上帝要用你，毋是要叫你干那伫遮做幼稚园的老师啊！你看你啥拢无啊啦！上帝要爱你吼，搁去新学院读册啦！好，我心内讲，敢真呢？了后，我伫1979年美丽岛事件迄年吼，上帝个呼召我去读新学院，阮弟弟个去做军人啦。啊，2个吼，一个军的，啊，一个吼，阮逐个家弟仔若转去吼，啊，2个就一个讲上帝的话，啊，一个讲政府的话吼，争甲要死安尼。但是我知影讲伫我的人生，头拄我甲牧师讲啊，我今年底就马甲要退休啊，我已经牧会35冬啊，啊，已经要65岁安尼啊。伊讲哈，啊你有遐济哦？我讲其实吼，上帝伫我人生的旅程开始，最近拢在数算恩典的时候，其实圣经学院就是我伫献身一个真重要的起点。
我会当用到迄个幼保科开始，伫我的生命内底，我有真着，我都要讲故事。啊，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上帝阁互我开始进入到伫台南新人院去装备。啊了后，我讲真诶啊，我才牧一间教会，五凤教会啊。牧了的时阵，我就开始是啥？开始进入，开始带院，带院开始做院牧，啊，就出院，啊，搁入院，啊，搁出院，搁入院吼。因为我已经3间病院啊，啊，即边可能真正要出院啊吼。毋过可能毋是只个出院，就是对病院服侍出院，是毋是阁有新的无共款的？但是我在准备即个过程的时阵，我看见圣经学院，伊所在做有真济。这些拢总是上帝备办圣经学院所做，和王永世牧师伊会开始思考讲，这个学院要安怎伫这个时代有无共款的转型，啊，要安怎开始迄个训练的课程、培育的课程、教会干事啦、神学的有备的啦、灵修啦，啊，阁有遐双年大学，吼，双年，其实双年大学就是咱即届遐迄个老人的工作是啥？毋是外籍啊，吼，长照。其实这只的工作毋是政府即届才开始做，吼，因才开始做长照。但是这个工作是整个圣经学院伫遐7月吼双年暑假，这个暑假拢伫咱的教会拢是，超前部署，咱拢在做。所以我讲上帝，你互我第一间的。牧会教育就是甲拢在做幼稚园，啊，是毋是我退休病院了先开始要来做这双联的吼？这个时间就是长照的时间，啊是灵修的时间，啊是传教者的培养的时间。所以我想，这就是我在准备今仔日要来甲咱牧来请安的时候，我有看见讲，这是上帝互我有伫这间行业咧思考，啊，这间学院。即届是黄介明牧师伫遐，伊伫新学院了后，伊即届去遐做院长，所以伊开始整个在思考讲，上帝嘛好有起迄个教育大楼，需要有真济的经费，啊设备，啊有幼稚园，啊阁有迄游泳池，迄个一片吼足大片的呢。较厝内再诚做灵修会馆，这无定就会当帮咱足济人，但是。啊，佫欠真侪钱啦，就是需要咱兄弟来奉献。所以，两位兄弟，你有需要这种的热情的生命无？我讲有需要热情的生命，就是要看重咱的积分甲机会，好好把握。所以我嘛想讲，我嘛要好好把握。讲，至少我佫身躯健康，我敢真正就退休吗？我想毋是嘞，一定有上帝会用我35档，伊互我伫。教会伫病院、伫协谈啊，伫迄个教牧关顾，我相信上帝会阁用，要安怎阁开我的第二春的工作。所以咱一定要好好把握。再来，咱要有服侍的勇气甲决心，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所以上帝这时阵拢在敲找伊要用的人，咱是毋是愿意互主来甲咱使用？所以新竹圣经学院嘛是。长老教会所属的新学院，伊嘛是需要个栽培，有可能栽培，大家人拢无一定一个就知影我是要献身，像我，我就做幼稚园的保育的保育科的迄个老师就好。但是几年了后，上帝互我的圣经准备了后时，我就去做专职的服侍。所以上帝伊要用咱。有可能拢有伊的阶段性，啊，咱要安怎伫上帝所设立这的议体、这的机构，咱拢会当共同来关心。所以圣经学院是改造咱年轻生命的所在，也会当互人你要认真来面对你家己的生命甲人生的时阵，咱即个有真侪课程，拢伫咱伫遐伫灵性的造就。人讲诶，你会当用2天、3天，还是1礼拜，啊，个去圣经学院去啊，亲近上帝先，
无定着你拢会讲更较清楚来知影讲，啊，我头前的路要安怎行？可能我这段退休了，我开始嘛，转来我的母校，更较清楚知影讲上帝。啊，我21岁就献身啊吼！啊，即届第2春要搁安怎行的时候，啊，你嘛会当甲我讲安尼。其实上帝有甲我讲，啊，但是要搁安怎行？有时阵咱就爱有一个空间，亲像天主教因有真侪灵修会馆，但是咱长老教会咱的灵修会馆，就是圣经学院，就是一个真好的所在，会当互咱甲主搁较侪亲近，啊，会当帮助咱遮个有心的少年人，互因会当有一个亲近上帝的所在，来知影因的献身。所以期待大家会当为着圣经学院来祈祷，那继续为着学院的经费、师资、学生的需要，咱嘛会当有钱献钱，有力献力，有心献心，更较重要，咱会当共同为着这个学院，咱来关心甲带导。主讲，做伫至美时一个，就是主做伫耶稣的身上，毋望咱一生拢会当为主来活。咱阿头会记得，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伫逐世代，你拢来呼召，你所感动遮个你的工人，我嘛要献上感谢。主，你透过侪宣教师，毋若透过医疗、传道、教育来起造病院、新学院，也阁有教会。主，你游玩伫68年前，你透过圣经学院，伫当时真需要来帮助时代，遮个庄脚、遮个人无有一技之长的时阵，会当来得到，无论是幼保，还是迄个土木，还是汽车修理，遮个工作，主。这个学院继续一代刷一代，伊有真济的转变。但是主，你也呼召你的工人伫这个学院，在做真好的管家。愿上帝，你继续和黄牧师在带领整个学院的时阵，愿也会当感动地方教会的牧长兄弟姊妹，嘛会当来关心这间咱的学院，嘛会当。真侪，互主使用真重要的器具，阮也将上帝你的恩典，会当互泸州教会伫阮2位牧师所有长执兄弟姊妹，同心伫遮宣教，也要真侪高举你的十字架，伫遮做美好的工作。愿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潘牧师用新约翰这个简单的圣经节，马大因一家伙仔的故事，甲咱来分享上帝伫因身上所想事，迄个水佮丰盛的生命的故事。啊，今仔日是咱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望咱的兄弟通好有份伫圣经学院的事工，通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来关心带导，或者是奉献。接着，咱来吟回应诗、新圣诗第534首。534首有一项诗实在好听，兄弟，咱做起立吟全首。
请坐。接着，咱做伙同心来奉献。请属内同工属奉。今仔日是中会所定的圣经学院奉献主日，伫咱的手报内底有压着奉献主日的现金袋啊。咱的兄弟如果是有感动、有陪伴，咱通好有分伫圣经学院的事工顶面。这咱做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接着，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咱手报头前面。咱台语做伙来读2遍。来，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福在。咱个来一摆，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福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接着，咱来介绍今仔日初到伫咱教会新的朋友。吼，嘿，咱还有一个李弟兄吼，到伫咱当中，嘿。咱真欢迎吼，因为即马疫情的当中啦，所以咱拢鼓励讲，咱着点头点就好了，莫阁握手吼。接着我才来做教会事工报告。咱做来关心教会事工。头一项，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着吼，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咱真感谢马家医院吼，院务部提派迄个潘美惠牧师来到伫咱当中，甲咱分享，我则代表教会来致意。学院的宗旨吼，是圣经培养信徒在咱的职场为着福音来做见证，以及教育甲信仰栽培的事工，包括教牧的进修、校舍整建工程等等。吼，请咱的兄弟通为着这事工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支持。今仔日又有安排交换讲台，所以国成牧师受派去到伫圣义教会。第二项。咱各单位、各团体吼，拢爱伫9月27后主日进行完成今年后一年度
当天的改选，改选了，请将这个名单送予牧师。第三项，咱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到今仔日截止到9月30截止，最后主日要有1礼拜的机会。咱因为学校所发的迄个成绩单，拢只有拍迄个教义的即个部分，所以若要请奖学金，爱搁去学校来申请成绩单请咱也伫咧在学的，包括国小、国中、高中、大专的学生，会去咧做即个动作。第四项，咱10月第4主日是咱圣餐的主日。请兄弟做伙来备办，咱是联合的礼拜9点开始。第五项，即马即个肺炎的疫情伫国际上也卖拖到拄开始拢第1轮、第2轮啦，即马已经拖第几轮已经算袂出来。咱台湾伫上帝伫要眷顾的面，咱疫情无遐尼严重，但是咱即马目前嘛算半锁国的状态啦所以过来若慢慢开放，尤其即马天气若较冷落来了后，惊阁有一波会起来。咱兄弟爱伫即方面爱谨慎注意随时该注重家己的卫生来，咱拜三暗时有查经祈祷会欢迎咱兄弟踊跃来参加。拜四早起有相连甲迄个无道友的迄个读经班希望讲时间上方便的，通好做伙来参与。咱拜四暗有家庭礼拜。若有需要家庭，通好来对秀兰长老遐来登记。过价报告，咱兄弟家己来看咱的新的朋友几若位咱若是住伫附近的，同一个团契小组的，通好来关心，通好来关怀。团契事工的部分，头一项同心团契礼拜线。第二项相连团契，咱有伫10月30甲31这2日，有办一个2天1夜的一个退休会，要去到花莲，有几若位要来游赏，费用是3100块，包括遮的事项，要报名，咱通好来找丽娟执事、甲惠珠姐、甲美丽来报名。因为咱只有叫一台游览车，做名额40位，满的截止。咱迄一日10月30早起是6点半，伫泸州的工作遐来集合出发。若其他有需要了解的，通好对上联的同工来问，或者是看1楼的公报栏。第三项，青少年团契伫后主日中秋的连假，要来举行一个中秋的烤肉联谊下晡4点半开始。内容咱家己来看。有要报名，因为咱爱先按遐料啦，甲需要的物件，所以报名到今仔日截止通好对雨欣甲风雨遐来报名。第四项，儿童主日学，咱后主日礼拜三要举行迄个第2楼的主日学教室要举行迄个亲师座谈会，欢迎咱的主日学的家长，或者是咱教会的兄弟，对伫主日学即个事工有关系，想要了解的，咱拢做伙来后主日礼拜三10点40的时，教会其他事工的交通，咱迄个预志弟兄有献一批迄个CD67.5公分的天空，要来赠予咱的兄弟，有需要的，通好对楼骹干厝遐来摕。通好借着即个，成做咱甲别人咧传福音一个好的一个媒介佫有几若项具体的需要关心代祷的，拢写伫遮，咱兄弟通好伫咱甲主亲近的时，通好为着遮的兄弟来提名代祷。佫另外一项，有一个总会台北中会事务部的演习，包括会议记录。会员名簿册管理以及合会手册的整理者的演习，希望咱团契也是咱中执会的同工，主要咱的事项当中会需要的，通好找时间来报名。
演习的时间是10月31，拜六早起时，咱时间上若方便的，就通好做伙报名，做伙来参与以上。好，接着咱来吟上吟八遍诗，吟诗煞，请美惠牧师帮咱祝祷。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三位一体上帝手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